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，箴言12章第10节到21节，格罗体书第5章第2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灵念的自由。前一站有一个网络节目违反规定，邀请一个对中国来观光的网红，公开呢讲一个艺啦讲踢笑一个身躯残障的人权律师，好这台湾人非常受气，对人的态度是安尼。伫基督徒信仰的角度来看，这就代表一个人的品格。无论是迄个发言者、是主持人，或者是做节目的公司，拢同款。基督徒不但地会知影爱尊重其他的人，特别是伫遐有身躯、心灵这个残障的困难的人咱更加爱对因爱有尊重啦咱更加爱对环境、对动物特别爱顾箴言12章第10節是安尼講着，講義人關心伊的精神的性命，歹人連對人同情攏感覺真殘忍。這是一個真實際的提醒，被稱作義人的基督徒應該得愛關心動物。箴言第12章第10節繼續到21節繼續講着，正直的人有教育的美牛，追求空無價值的事是無知識。歹人貪愛邪惡的人手內的財物，義人的君會結果子。邪惡的人因為嘴唇的過失，墮落家己的落網，義人會脫離患難。人對嘴所結的果子得到滿滿的福氣，逐個人照伊所做會受報應。戇人看家己的路做着，聰明人聽人口勸。戇人真快顯出受氣，明理的人忍受侮辱。講實話做正彰顯公義，拿三做正顯是鬼結。講話無謹慎，親像用刀插人。智慧的人的旨意佇人，誠實的喙永遠可靠。白賊的字只有擋一時仔久。都無歹來的人心存詭詐，勸人好好的人會快樂，義人袂拄着災害，歹人會拄着真濟的災厄。箴言講着人對佇家己的行為得到的獎賞。人家己的行為就代表家己的生命的品格，也因為要安尼就愛面對家己處置了後的結果，親像迄個中國的網紅同款，互台灣的政府甲伊驅逐出境，閣遭受到伊僑機的日本國會議員的審查。基督徒若會當對文化、對環境以及其他的人的影響的中間，來脫離，莫對人佇遐來跳舞，對人來對基督徒愛會當無受到束縛，繼續來往前來行，也親像保羅寫予這個加勒泰地區基督徒的批信中間，提到着無受到猶太教割禮的影響。
伫加拉太书第5章第2节到第3节，保罗伊安尼讲：我保罗甲恁讲，着注意听。恁若受割礼，基督就对恁拢无利益。我搁一遍甲恁逐个甘愿接受割礼的人警告，这人有义务遵守全部的律法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坚持要受割礼来行入伫犹太教的体制内底的人，伊就必须爱受到犹太律法的束缚。所以基督徒必须爱无受到法律的束缚来追求咱的信仰，因为这个束缚是完全无有利益的。加拉太书第5章第4节到15节，保罗佮继续安尼讲：恁才会想要靠着遵守律法得到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，是甲基督断绝关系，失了上帝的恩典，愿逼迫得等候。毋望上帝互咱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这个毋望靠上帝的神，对神才会通实现。因为咱若甲基督耶稣结连，有受割礼还是无受割礼，拢无要紧。要紧的是有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。恁已经做了真好，是啥物人甲恁阻挡，互恁无顺服真理呢？叫恁安尼做的，毋是迄位呼召恁的上帝。俗语讲，一孙仔嫁母会互规园的面园发起来。伫主的内面，我相信恁袂甲我有无相款的想法。遐会得搅乱恁的，无论是甚物人，一定受到上帝的责罚。兄弟姊妹，我若继续传着受割礼，是要安怎还得受迫害呢？我若安尼做，基督的十字架就袂成做阻碍。遐个得搅乱恁的人，宁可家己掩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恁是要互恁得到自由，不过毋通互恁的自由变成做放纵私欲的机会，着用疼心互相服务，因为全部律法拢包含伫着疼厝边亲像家己这个界面内底，着小心。恁若得三加三吞，就会互相糟灭。基督徒互上帝选调，就是要爱成做一个自由的人，毋是继续受到这个律法的捆绑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嘛，毋是要借着这个自由来放纵私欲，反倒当成做情欲的奴隶。保罗认为上大的自由，就是伫迄个疼人亲像家己的界面内底，无受到情绪、情欲的捆绑，亲像精神共款，互相相加、互相伤害，这个互相相斗的人会做伙来消灭。所以咱搁一个强调啊。一个伫圣神内面得到自由的人，袂会受到周围的影响，袂受到这个难思来的自由来捆绑，乃是愿意顺服圣神的引带，听人亲像家己来应神益人。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。称赞全能的上帝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唱歌阿乐咱的上帝，真好！称赞伊是合宜，真通欢喜。
上主中建耶路撒冷，自集以色列中受领去异邦的人，伊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，伊算天神的笑目，一粒一粒甲因号名。咱的主志大有大气力，伊的智慧无穷尽。上主扶持卑微的人，甲歹人拍倒伫涂骹。恁着用感谢上主唱歌，弹琴唱歌，学乐咱的上帝。伊起云热天，为着地准备雨水，雨山发草。伊使食物互走兽，互得讨食的细只乌鸦。伊意爱的毋是马的大，伊欢喜的毋是人的骹咬走。上主意爱的是敬畏伊、仰望伊慈爱的人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，也互阮因为领受着圣神来得到自由。求主帮助阮，会当来赢过这个文化啦、环境啦、周围的人的影响，来活出圣神自由的生命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